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14章，上主对耶利米讲起有关抗旱的事。犹大哀伤，伊的城镇衰微，人民坐伫涂骹啼哭，要率领啼哭的声透到天顶。好野人找罗卜去抢水，因去到水池找无水。带空空的器躯，见笑失望，搭头壳转来。天无落雨，土地逼日，做事人嘛失望搭头壳，因为无草料，野鹿母放杀伊生的鹿仔囝。野驴徛伫无草悬的所在，亲像豺狼喘大气。因为无草通食，目睭失神。上主啊，阮的罪若控告阮，虽然阮随便背叛你，不时得罪你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拯救阮。你是以色列的仰望，是阮艰难的时的救主。你是安怎，亲像出外人过一年就离开？你是安怎，亲像着生惊无气力救人的勇士？上主，你确实伫阮中间，阮是你的，求你毋通离开阮。阮系这人，上主安尼讲，因真爱照家己的意思四过走，无要约束家己的骹步，所以我袂接纳因。我要甲因的罪记地，甲因刑罚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你毋免为着这的人民对我求情，因就是禁食祈祷，我嘛无要听；就是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我嘛毋接纳。我颠倒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甲因扫灭。我就讲。至悬的上主啊，这的先知捌对因讲：恁袂有战乱，袂有饥荒，因为上主有应允，要伫即个所在赏赐恁永远的平安。毋过上主对我讲：遐个先知用我的名讲白贼，我无差派因，嘛无命令因，根本就无对因讲话。因对恁讲的预言是虚假的异象，是无路用的卜卦，是对因心内出来诡诈的话。所以讲到遐个用我的名讲白贼的先知，我无差派因。因讲即个所在袂有战争甲饥荒，我颠倒要用安尼甲因消灭。遐个听因讲白贼话的人民，嘛会有相款的结局。因甲因某囝的身世无人知，为互人迄伫耶路撒冷的街路。我要因为因的邪恶甲因报应。上主吩咐我着对这的人民讲：愿我的目屎暝日流无煞。因为我所疼的人民受伤真严重。我出去田野，看到予刀刣死的人；行入城，看到因为饥荒摔破病的人。祭司甲先知流亡，去到因毋知的所在。你减完全去杀犹大，你减真正厌恶錫安，你是安怎甲阮拍甲，互阮袂医治？阮期待幸福繁荣，毋过无一项好；阮期待医治的机会，毋过惊吓忽然来到。上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罪，承认阮祖先的罪过。阮有得罪你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无去杀阮。
无互你阳光的宝座受侮辱，求你为记得你甲阮所立的约。外祖父家的神明，倒一个为互天落雨，天减会家己落雨，减是只有你上主，阮的上帝才会。阮的愿望在伫你，因为这一切拢是你做的。